大家好，歡迎收睇時事評論。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引發咗市場動盪，美股暴跌。佢坦承政策有過渡性嘅問題，特朗普會點樣處理呢一場危機？特朗普發動嘅關稅戰導致全球市場巨震，因為特朗普政策極具不確定性。當地時間4月10號夜晚，美股三大指數再次暴跌，美國國債再次遭遇拋售。當晚，特朗普喺內閣會議上面承認佢嘅政策存在過渡性嘅問題，而過渡期總會遇到困難，試圖安撫外界嘅疑慮。根據美國紐約時報同埋英國廣播公司 BBC 嘅報導，美東時間10號嘅午後，標準普爾500指數就跌咗超過4%，以科技股為主嘅納斯達克指數就跌咗5%。截至去到收市，標普500指數就跌咗3.46%，道瓊斯指數就跌咗2.5%，納斯達克指數就跌咗4.31%。其中標普500指數裏面超過80%嘅股票當日收市都係跌嘅，油價暴跌，能源板塊都係領跌。美國國債開始再次遭遇拋售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當日一度攀升至到4.37%，創下2月份以嚟嘅最高水平。同時，美元對其主要交易夥伴嘅一籃子貨幣跌咗1.7%，創下今年目前為止嘅最大單日跌幅。呢一啲資產通常都係被視為投資者喺動盪時期尋求嘅避風港。美國投資公司 Evercore 嘅副主席古哈就以罕見、糟糕同埋令人擔憂去形容美股喺10號嘅走勢。佢表示呢一種情況非常之罕見，原因係喺過去30年裏面，美元指數下跌超過1.5%，同埋美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漲超過0.1個百分點嘅情況，淨係有4次嘅啫。紐約時報分析嘅指美股10號嘅走勢延續咗自特朗普發起關稅戰以嚟股市混亂嘅交易環境同埋大幅下跌嘅形勢。道明證券全球宏觀策略主管羅西特就喺一份報告裏面寫到就算有好消息，但係政策不確定性仍然好高，將會拖累美國經濟，企業將會難以制定計劃。10號發佈嘅一份報告顯示美國3月份通脹率嘅跌幅超過預期。經濟學家認為，特朗普目前實施嘅關稅政策代價高昂，唔單止會導致美國經濟增長放緩，仲會導致通脹上升。喺美股繼續暴跌之後，當地時間10號夜晚，特朗普就主持召開內閣會議。特朗普係指過渡期總係會遇到困難同埋成本問題嘅，不過最終將會係一件美好嘅事。呢個係市場歷史上最重要嘅一日。特朗普聲稱投資者對美國嘅運行方式感到滿意，同埋政府都喺度努力緊，俾世界公平咁樣對待美國。特朗普嘅坦言，而家每個人都希望達成協議，去降低關稅。美國正喺度同好多唔同嘅國家合作，一切都會進展順利。而佢認為一切都會非常之順利。美國目前嘅狀態好好。喺特朗普作出上述表態嘅時候，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就插話，兼且係附和特朗普。盧特尼克就聲稱而家有非常之多嘅國家同美國談判，如果冇特朗普嘅政策，佢哋永遠都唔會提出咁樣嘅提議。盧特尼克就表示我哋而家得到咗應有嘅尊重，我諗你會睇到一項又一項歷史性嘅交易。睇返會議期間特朗普再次突出咗自己政策嘅不確定性。佢話俾記者聽，佢願意就針對大部分國家嘅10% 基準關稅進行談判，暗示可能會對呢個基準進行調整。
值得一提嘅係，內閣會議結束咗之後，有一名記者大聲咁向特朗普同埋特朗普政府官員提問啊，點樣看待民主黨人對特朗普政府市場操縱嘅指控？特朗普就對此未有回應。喺過去一個禮拜，美股因為特朗普新嘅關稅政策大幅下挫。當地時間9號上晝，特朗普突然喺社交平台呼籲買入美股，幾個鐘頭之後，特朗普就嚟咗個政策大轉動，突然宣布暫緩關稅90日，美股強勢反彈。呢個變化好快就引起美國輿論對特朗普操縱市場同埋內幕交易嘅質疑，民主黨人就即刻跟進，呼籲展開調查，仲有人要求近日買入美股嘅國會議員要披露相關嘅資訊。據報道啊，喺美股10號再次震動之後，美國財長貝森特竟然就表示：我冇發現任何異常。而對於中國宣布對美國徵收高額報復性關稅嘅時候呢，佢淨係表示咁又點啊？對此，《紐約時報》刊文指出啦，雖然貝森特試圖輕描淡寫，不過中國方面決定將會對美國進口商品嘅關稅提高去到84%，呢一個後果可能係比貝森特所講嘅嚴重得多。冇咗中國嘅市場，將會對好多長期傾向支持共和黨嘅州份嘅農業同埋工人係造成尤其嚴重嘅經濟打擊。呢啲人當初就係幫特朗普贏到大選嘅選民嚟㗎。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譚森就表示啊，嗰啲一直向中國銷售產品同埋攞到巨大成功嘅美國公司，恐怕將會無法再咁樣做啦。佢話中美雙方嘅關稅幾乎涵蓋咗一切，呢個意味住由航空再到農業嘅所有貿易領域都會受到影響。美國肯塔基州農民美國大豆協會主席拉格蘭就指出啦，如果呢一種情況長期持續，將會有大量農民係破產。上次中美貿易戰留俾農民嘅傷疤，至今都未清除，而家就要傷上加傷。而美國粟米種植者協會主席哈特曼就話俾紐約時報聽啊，呢一種不確定性持續嘅時間越長，農民就越擔心種植大量嘅粟米之後，就偏偏揾唔到可靠嘅市場。農民希望確保國內外嘅客戶喺未來幾個月以至幾年之內都可以買到美國嘅產品。據了解，特朗普第一任期嘅時候就挑起過中美貿易戰，單係2018至到2019年嘅期間呢，就導致咗美國農民損失咗幾十億美元嘅收入。當時為咗彌補農民嘅損失，特朗普係撥出過高達230億美元嘅補貼。而家美國農民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要提供呢個聯邦救濟。美國肯塔基州農民美國大豆協會主席拉格蘭就指啊，如果美國嘅農民繼續被當作係談判工具或者犧牲品，特朗普政府就必須要採取經濟措施去幫助農民去維持生計。接住落嚟，我哋去睇下巴士的報時人物與專欄文章。文章提到，當年香港動亂之後，黃油四散，好多人遠走英國、美國、加拿大去落腳，以為可以喺自由樂園安身立命。點知流年不利，竟然同時喺各地成為咗唔受歡迎嘅人物，陷入半天吊嘅狀態。唔少人都感到痴心錯付，非常之失落。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就係一個好例子啦。佢喺3年前就出走加拿大，攞到政治庇護之後，就即刻申請永久居留，希望早日入籍成為加拿大人。不過人算不如天算，加拿大政府嘅移民政策忽然急轉彎，佢同以萬計坐救生艇嘅香港人一樣，申請永居就被當局故意拖延，審批遙遙無期。好多人都由單戀即刻就變成失戀，前路就一片迷蒙。
佢同一批網友近日就喺多倫多示威抗議，向傳媒大吐苦水啊！不過當局就已經鐵咗心減少移民，佢哋就算聲嘶力竭都唔會有幾大嘅作用。張超雄當年咧就以工黨代表身份殺入立法會嘅，曾經風光一時。反修例動亂期間咧，佢同激進派議員喺議事堂齊齊發癲。2020年5月咧，就因為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被捕，2年之後就認罪，坐咗3個禮拜嘅監。出獄之後，因為感到危險，全家就遠赴加拿大。佢到埗冇幾耐，就即刻申請政治庇護，不過拖咗年幾先至獲批。佢之後就再入紙申請永久居留，以為入籍在望，但去到而家仍然石沉大海，令佢焦急又心碎，先知道呢一個只係單戀。喺呢件事上面，佢唔係孤單嘅。正喺度排隊苦等嘅黃底港人都數以萬計，當局嘅冷酷無情令佢哋飽受折磨啊！諗翻當年加拿大政府為咗展示撐港抗爭，向香港人提供咗救生艇嘅計劃，上艇之後可以暫准喺加拿大工作，然後申請永久居留。話就講得好聽啦，變面都快到好似閃電咁。舊年加拿大政府見移民人數激增，國民怨氣四起啊！為咗選票匆忙拉閘，審批港人永居申請嘅慢到好似蝸牛咁，擺明拖得就拖，令到申請者知難而退。根據黃媒嘅資料，上咗艇正喺度申請緊永居嘅港人，總共有26,500人。不過去到而家，淨係得10,500個人獲批，其餘16,000人仍要黐黐咁等。佢哋嘅怨氣終於喺近日爆煲啦！上個月有萬幾人喺網上聯署啊，要求當局加快審批，仲要延長開放工作簽證，等佢哋可以喺申請期間都可以打工揾食。去到今個禮拜初，更加發動千人喺3個城市示威，向加拿大政府進一步施壓。佢哋嘅處境的確幾慘情，一嚟申請永居就唔知拖到幾年幾月，二嚟如果不獲延長工作簽證嘅話咧，就唔可以打工揾錢過活。去到簽證期滿嘅時候咧，佢哋留又難，走又難，係陷於進退兩難嘅困境啊！不過加拿大政府對呢啲咧就闊佬懶理，移民部竟然話部分申請可能係需要等到2027年或者以後先可以完成審批，明顯就係拖字訣，令到申請者自動棄權，二次移民到去其他國家。久未露面嘅張超雄都現身抗議集會，大吐苦水，話自己申請永居多時，至今仍然係無聲無息，審批欠缺透明度，令到人無所適從。當局應該正視香港人嘅困境，作出必要嘅調整。其實佢早已經領教過加拿大政府嘅拖延手段。喺2022年抵達加拿大之後咧，佢就即刻申請政治庇護。不過等咗成年幾先至獲得批准，成個過程都係辛苦而且漫長，成個生命就好似休止符咁樣停頓咗。當時擔心如果唔批嘅話咧，佢自己唔知可以去邊。呢一種失落嘅心情喺申請永居嘅時候再重複一次，諗唔到折磨仲要繼續落去㗎。另一名參加示威嘅黃底網紅傑斯遭遇都同張超雄係非常之相似嘅。搞笑嘅係，佢竟然呼籲加拿大政府唔好走寶，話香港人喺呢度其實係有價值㗎。如果被離棄，可能係加拿大嘅損失。呢個自高身價嘅論調，加拿大政府聽佢都傻。政治現實係國會大選在即，民眾多數都反對移民湧入爭奪資源，期望政府係收緊移民政策。反而救生艇上面嘅香港人手裏面係冇選票嘅，政治影響力接近係零，政府又點會開閘俾港人湧入啊？可憐一眾黃底港人，包括張超雄，永居無期，打工無望，正可以坐困愁城。佢哋可能越嚟越覺得過往一片都只係痴心，原來都係單戀嚟嘅啫。絕望之餘，不如換個思維，返香港重新開始啦。不過張超雄就冇呢一個選項啦。
原因係佢舊年參加咗港獨、藏獨同埋疆獨嘅集會，大聲疾呼高喊，相信中共總有倒台嘅一日。寄語香港人同其他民族唔好放棄，都幾有煽動嘅意味，亦都超越咗國安嘅紅線。如果返到嚟香港，香港當局會當佢冇講過咩？好，今日講到呢一度，多謝大家收睇。